2万年前的男人抓起一把粪便，仔细的闻了闻，就是这个味儿。随后他将粪便抹在脸上，又让所有人涂满全身，试图以此来掩盖人类的气息。一切准备就绪后，他们趴在地上匍匐前进，目标就是前方悬崖边的牦牛群。突然几只蚂蚁趴在男人的手上，他看也不看，直接生吞了下去，简直太香了。随着族长一声令下后，所有人大吼着冲向牦牛群，而那些牦牛们也不甘示弱，恐怖的速度让大地都为之颤抖。没错，就是这个距离。猎人们果断丢出手中的长矛，挡住了牦牛的去路。慌乱的牦牛群本能的调转方向，却殊不知前面就是万丈深渊。就在这时，一只牦牛突然反应过来，掉头冲向了一个男孩。看着来势汹汹的牦牛，缺乏狩猎经验的他被一头顶翻，还没等他站起，牦牛又来了一个回手掏，男孩被挂在牛角上，一路向悬崖的方向冲去。危急时刻，父亲奋力掷出手中的长矛，虽然成功命中了目标，可愤怒的牦牛并没有停下脚步，直接把男孩顶落悬崖。首领急忙冲到悬崖边，看到儿子抓着岩石悬挂在半山腰上，父亲叫他千万别松手。可紧接着岩壁就发生了断裂，他急速下降，重重地摔在一块岩石上。看着不知生死的儿子，父亲不顾一切地想跳下去救他，却被众人拉了回来，因为他们觉得男孩肯定已经死了，而部落里的老人和孩子还在等着他们带食物回去。于是众人来到崖底，开始收集牦牛，准备带回部落。一直等到夜幕降临的时候，父亲还是无法接受儿子的离去，他只能跪倒在悬崖边，无助地望着孩子整整一夜。第二天，男人用石头给儿子堆成墓碑，忍痛转身离开，带着族人踏上了返程的路。可就在他们走后不久，一只觅食的秃鹫飞到了男孩身上，他竟然还没死。